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共读要请陈模执事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因着基督的真理，得以拥有属灵的平安跟祝福，同心为了国家、为了土地，还有族群来宣告、来祝福、来经历更新生命的这个美好。主啊，天父上帝，天和地都是属于你的，地上一切也都是属于你，都是出自于你。愿你使得天地和好，让所有住在这块土地的人民都能够安然居住。特别求主能够掌权这次的台风开米，让这个台风在登陆时能够对台湾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也能够让这个台风能够平安的来离开台湾。这个台风所经过的所有的地区，都求主你保守，都能够平安的来让此次的台风经过，带来的不是毁坏，带来的而是雨水的滋润。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能够保守在这次台风所有的为了这次台风所有准备防灾特别是这些政府官员，还有这些防灾为了这次风灾付出的这些人员呢，能够纪念他们的辛苦跟付出特别求神恩膏他们。主啊，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来明白主你的话语的奥秘，让我们能够透过读经，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这是重要的管道。让我们日日都能够读经，让我们能够借由领受主的话语来思想主你的爱，也能够因着天天攻读主你的话语来与主更亲近。求主能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所在的位置为国家、为人民来祝福。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所在之处，如同行在天上。主你的大能降临在此。愿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蒙主悦纳。我们这样子恭敬的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陈模执事。我们在昨天的历代志，我们已经读到第10章，那讲到扫罗他的崛起，但是历代志要交代的是扫罗他如何被上帝所弃绝。所以在昨天第10章的最后2节，就是10章13节、14节，讲到扫罗做了3件事情，就是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又求问招魂的妇人，不求问耶和华。这3件事情呢，虽然扫罗做王40年，但是上帝仍然厌弃、废弃他，而另外寻找合上帝心意的，就是大卫来做王。那么昨天有提到，就是在第10章到第11章的中间，历代志上也省略了撒母耳记下的1、2、3、4这4章，讲到扫罗家和大卫家2家之间的征战，还有恩怨，那以及大卫如何脱颖而出。那大卫他一直是用上帝的合上帝心意的方式来继承这个王位。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的是第11章，那第11章和12章呢，是讲到大卫他如何做了全以色列的王。这里面讲到几件事情，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读的1到3节，讲到大卫他做了在希伯伦地区，在希伯伦他不仅做犹大王，而且他在希伯伦成为全以色列的王。而第4节到第9节呢，除了大卫他做了统领以色列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约押，约押也作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元帅。那提到约押为什么做到元帅。那再来第10节到47节呢，是讲到大卫王国度当中有几个跟随大卫的领袖。那这里讲到了有33个重要的领袖，然后后面呢又讲到了30个领袖，
所以10到19节可以看到3个勇士和30个领袖，以及20到25节特别介绍，除了这3个领袖之外，还有第4、第5就是亚比筛和比拿雅。而26节到47节呢，是讲到这30个勇士，其实不止30个勇士，甚至超过40个的名单了。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先请陈摩执事带领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从11章的第1节读到第3节。好，那历代志上11章第1节，以色列所有的人都到希伯伦来见大卫，对他说：“我们是你的骨肉同胞。从前，当扫罗还是我们的王时，你已经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入战场。上主，你的上帝曾经应许你说，你要做牧人，领导他的子民，做他们的统治者。所有以色列的长老都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上主面前与他们立盟约，他们就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正如上主借撒母耳所应许的。”好，谢谢。那这里一提到就是大卫他当上以色列的王，那他没有交代是撒母耳记下1到4章的故事，但我们昨天已经有先介绍过。那这里讲到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那这里看不出来有多少人，但是如果我们明天读第12章呢，会发现这里的人数呢，总共有12支派，光是12支派带来的军队呢，就有34万人，有34万人。所以这里有一大群的人到希伯伦，就是犹大的境内来见大卫，拥立他，而且跟他说了一句话：我们是你的骨肉同胞，不是你的仇敌，不是你的仇人，我们是弟兄，我们有同一个祖先，我们都是雅各的后裔，其实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历代志这一卷书呢，他非常看重这个字，就是骨肉同胞，所以他非常的用心预备，把这些的名单族谱整理起来，因为要把大家的关系串联起来，这是在血缘上面，在 DNA 上面那他强调的是这个血缘上的关系。接下来讲到扫罗的时期呢，大卫已经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入战场，指的就是那时候扫罗当王的时候呢，大卫他就是元帅，他是元帅，所以他是负责征战、负责防卫、负责作战。另外呢，上帝也要大卫做牧人，这里讲到要大卫也做牧羊人，领导他的子民。所以这牧羊人呢，不是只有照顾，而是要成为领袖，就是要走在羊群的前面，让羊群知道怎么样走正确的路。所以这是圣经当中对于牧羊人的定义，而不是说牧羊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要照顾他，要给他吃，给他喝，当然这也都需要。但是牧羊人在这边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读列王记、读历代志上下，都可以看到这些的君王他像不像一个牧人，就是有没有带领百姓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这是圣经的标准。第三个呢，这个大卫他的责任呢，就是要做统治者或是君王，所以他当元帅，他当牧者，就是领导者。第三就是做君王来统治、来治理。所以这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数百万的百姓当中，光是能够作战的就34万人。好，那这些人数当中呢，代表了几百万的以色列人民，他们需要元帅，他们需要牧者，他们需要君王。所以这是以色列所有的人。那圣经说众人，那现代中译本说所有的人。但是应该不太可能是所有的人，他应该是以这些的男性男丁20岁以上来当做代表，所以这是一个大场面。那第3节呢，谁呢？所有以色列的长老，第3节讲以色列的长老就到希伯伦见大卫，有这些军队，有这些百姓，接下来就是长老来见大卫，然后呢，
在大卫就在上主面前跟他们立盟约哦，就跟他们订约。什么约呢？就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好，按照上帝的应许，要来做元帅，好，也做牧者，也做君王，来领导他的子民，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就膏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这个他们是谁？就是这些以色列的众长老，各支派的领袖，他们就膏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啊。所以这也是按照这时候撒母耳早就已经死了，但是呢，上主早就借着撒母耳把这件事情来预告出来。接下来我们再读第4节到第9节。好，第4节，大卫王和所有的以色列人去攻打耶路撒冷城，当地的居民耶布斯人还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永远进不了城，但大卫占领了他们的锡安堡垒，从此这地方就叫大卫城。大卫说，第一个杀死耶布斯人的人要做军队的统帅，约押领先攻打，于是他做了统帅。由于大卫住在堡垒，这堡垒就叫大卫城。大卫重建这城，从山的东边填土的地方开始修建，约押修建城的其余部分。大卫一天比一天强盛，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与他同在。好，谢谢。好，那这里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圣经有一个小字，就是撒母耳记下5章1到10节，意思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呢，在撒母耳记下第5章可以记载。所以我们跳到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好，来对照看一下。好，在这里也是讲到众支派来见希伯人见大卫，所以地点是一样的。好，只是在这边讲得更清楚。好，讲到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做王40年，然后在希伯伦做犹大王是7年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是33年了。好，那这里后面讲到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大卫要攻打耶布斯啊，他来到耶路撒冷，好，因为耶布斯人不愿意出来啊。好，那耶布斯人是谁呢？好，这耶布斯人，好，我们可以去查，就是在创世纪的第10章。就是迦南，迦南是谁呢？就是含雅弗这个含的儿子。好，那这个含就是挪亚的儿子，所以迦南就是挪亚的孙子，就是亚当的第12代。那迦南的儿子当中的老三呢，就叫做耶布斯啊。所以在迦南地的迦南人当中，有一票耶布斯人，他们从挪亚之后出方舟之后，他们就一直居住在耶路撒冷那个地区，那就是耶布斯。今天这段经文11章4到9节很特别，他把耶路撒冷的名字4个名字全部都在这段经文当中。第一个呢，耶路撒冷以前叫做耶布斯，到亚伯拉罕的时期叫做撒冷。然后呢，现在大卫要去击打之后呢，耶布斯人笑他，在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这里讲到很清楚这个故事。这些约布斯人对大卫说，你不可能进来，因为呢，就是盲人瘸子都可以把你大卫击退啊。耶布斯人从挪亚方舟出来之后呢，就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将近千年以上的时间呢，1000年的时间，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被人家打败过，因为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地势的险要，不容易被打败，所以他们都在嘲笑大卫。所以大卫呢，他就下了一道命令，说，这个撒母耳记的版本和这个我们读的历代志的版本不一样。我们先看撒母耳记的版本啊。好，所以大卫说什么？大卫就说，谁若攻打耶布斯人，就要从水道上去攻打我心所恨恶的瘸子盲人啊。好，那这个是撒母耳记的说法。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大卫怎么说呢？第一个杀死耶布斯人的人要做军队的统帅，所以这2个记载呢有出入。
那但是重点呢，好，在历代志的重点就是约押领先攻打，所以他做了统帅，所以这在交代说为什么约押会当上统帅呢？其实我们昨天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约押杀了押尼珥，所以大卫一直为押尼珥难过。押尼珥就是扫罗的侄子，但是因为大卫说了，谁先攻打，谁先登上耶路撒冷，谁就可以当统帅。那在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呢，讲到约押为什么能够当上统帅，他就是从水道上去，这个水道呢就是基训池哦，就是基训池，所以去耶路撒冷参观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个景点基训水池。所以约押呢，据传他是用钩子勾上去，然后呢潜入上去，第一个登上去的。所以后来大卫就要执行他所说的话，让约押来当了这个统帅啊。好，所以耶布斯人他在这里就是非常骄傲。好，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另外耶路撒冷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锡安堡垒，这是在第5节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城又是锡安，然后呢又说耶路撒冷又叫做大卫城哦。所以耶布斯人住的地方，然后又是锡安堡垒，然后又是大卫城，然后又是亚伯拉罕那个时期，这个麦基洗德住的地方叫做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呢，就是这几个名字综合起来。那这里要提一件事情，就是锡安，锡安是什么意思呢？锡安的意思就是指堡垒，那这个堡垒的意思呢，就是防御工事Zion。好，这个 Zion 的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指这些石头堆起来的防御工事。所以这里在形容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好像是锡安，所以都会说锡安山哦，好，就是石头堆起来的堡垒，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好，那在后面的经文提到呢，因为这样子，约押是谁呢？约押就是洗鲁雅，这里有讲到洗路亚，好，那和本就本翻成洗鲁雅，好，不管是洗路亚、洗鲁雅，好，这是大卫的妹妹，好，大卫其中一个妹妹，而妹妹有这3个儿子，第一个叫做亚比筛，第二个叫约押，第3个叫做亚撒黑，亚撒黑就是被押尼珥杀掉，所以约押才会去杀了押尼珥，这是昨天我们提到的。而约押排行老2，但是约押为什么做了全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呢？并不是因为他和大卫的这个这个舅舅的关系，而是因为他第一个登上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啊。但是这里也讲到大卫城，大卫就重建，而且呢，让从山的东边填土的地方开始修建，约押就负责修建耶路撒冷城，其余的部分，那大卫一天比一天强盛。接下来我们来读第10节到第19节，讲到大卫的勇士，10到19节。第10节，以下是大卫手下著名勇士的名单，他们和其余的以色列人拥立大卫为王，正如上主所应许的。他们又巩固大卫的王国。第一个是哈格摩尼宗族的亚硕班，他是3巨头的首领，曾在一次战役中用矛刺死了300人。3巨头的第2个是亚和族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在巴斯达敏战役中，他跟大卫一起抵抗非利士人。当以色列人逃跑的时候，他正在一块大麦田里，率领部下在田间对抗，坚守阵地，击杀非利士人。上主使他大胜。当一队非利士人驻扎在利凡因谷时，有一天，30勇士中的有3个人到亚杜兰洞附近的磐石去见大卫。那时，大卫在一个设防的山头，一群非利士人占了伯利恒。大卫思念家乡，说：“我多么想喝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水啊！”那3个著名的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地，
到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打水，带回来给大卫，但大卫不喝，把水倒出来当祭物献给上主。他说：上帝啊，我怎能喝这水？这等于喝冒生命危险去打水的勇士们的血。因此大卫不喝。这就是那3个勇士的英勇事迹。好，谢谢。那在这里呢，讲到了跟随大卫的勇士好，那他有讲到这么多人当中呢，好，有3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亚述班亚述班。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以利亚撒，在这边叫以利亚撒。但是第3个呢，我们可能会如果只有读历代志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读错，好，会读到了亚比筛20节的这个亚比筛。但是呢，现在中文译本已经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和本3跟30这个版本的抄写呢会有错乱，所以读现在中文译本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历代志上呢，它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对照是撒母耳记下的23章8到39节，把这段经文拉出来对照的时候呢，我们看到3勇士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亚述班在亚述班这里叫做约瑟巴瑟，那在历代志翻成亚述班。好，那刚才说他杀死300人，好，在撒母耳记上呢，好，撒母耳记下23章是杀死了800人。第二个以利亚撒，好，这个名字没有错，那他就是来攻打击退了这个非利士人。好，那甚至呢，这个第3个人呢，是这里名字有出现，第3个叫做沙马在这边，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历代志上这当中呢，少了2节就是没有把沙马的名字写进去。好，那这里讲到沙马呢，它是在扁豆田，和本翻成红豆田当中呢，他击杀了许多的非利士人。所以跟随大卫当中呢，不是只有这几十个人，是数百人。那一开始我们看到有30几万人，都来拱大卫做王但是呢，特别这几万人当中，有400个人是在历代志上有提到的。那这里想到这一些的领袖，这3个勇士之外呢，另外还有30勇士30勇士。好，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要先消化一下，不然我们名字会被搞混。好，所以先回到历代志的版本。好，所以3个勇士叫做3巨头的首领。那现在中文本把这个定位就定得很清楚。然后呢，另外还有30勇士，30勇士当中呢，又有3个人，他们去见大卫然后呢，大卫想要喝水，然后这3个人呢就穿越了非利士人敌军的阵地，然后冲回去到伯利恒城门旁边的水井打水回来给大卫喝。不过大卫呢，把这样的水呢看着像是他们的生命的血一样即便大卫很想要喝这个水，可是呢，他把它当作鲜血，所以大卫不是把它倒掉，大卫怎么样呢？把水倒出来当作祭物献给上主所以他用这样的水来献祭难怪这些人呢跟随大卫。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3个人呢，他们来到了亚杜兰洞见大卫好，那大卫什么时候在亚杜兰洞呢？就是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所以这里是在讲过去大卫发生的事情。从撒母耳记上的22章呢，大卫他因为被扫罗追杀，所以他就躲到了耶路撒冷西南边的亚杜兰洞。而这里提到撒母耳记上22章，那时候来跟随大卫的，除了大卫的兄弟，就是他哥哥们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欠债的啦，然后贫穷的啦，然后被招伯罗走投无路的，他们都来跟随大卫而大卫也就收留他们，就在亚杜兰洞这地方而且撒母耳记上22章提到，这里总共有400人，所以大卫那时候被扫罗追杀，一方面被追杀，一方面他还要照顾这么多来跟着他的，可以说是一群的难民400个人每天要怎么吃怎么喝就伤脑筋。可是呢，这些人当中呢，却有
有30个领袖，就是现在这段经文要讲的400人当中呢，有30个勇士，30个勇士，另外还有3个人，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大卫来取水，可见他们是多么样子的支持，也多么的挺大卫啊。好，那这里讲到亚杜兰洞，好，也讲到了这个利伐因谷，利伐因谷在这个地方。好，那这利伐因谷呢，就是非利士人的阵营啊。好，利伐因谷的意思就是巨人的营地，好，巨人的营地。所以当时非利士人当中很多的巨人，好，那他们相距只有24公里啊，好，就是这中间就是他们战场。可是呢，这3个勇士呢，却一夜之间呢，穿越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军营，好，拿了水回来给大卫，而大卫呢，他也用这样的水，珍贵的水呢，来献给上帝啊，来献给上帝。好，我们接下关于亚杜兰洞啊，或是这个诗篇呢，我们可以从诗篇的35篇、52篇、57篇、142篇哈，在诗篇当中有4篇。可以看到是大卫在亚杜兰洞当中的心境啊！我再说一次，35篇、52篇、57篇、142篇，我们可以对照这4首诗篇来看到大卫在亚杜兰洞当中的情境和情景啊。好，那最后再补充，这个利伐因谷呢，早在创世纪14章就已经出现了，好，所以也是非常久远。然后呢，亚杜兰洞也是一样，在创世纪的38章就讲到了亚杜兰人了，好，所以这是很早就在圣经当中已经出现的古老的地点，好，所以包括耶布斯、包括亚杜兰、包括利伐因，都从创世纪一直传承到当中，到历代志的这个年代。接下来我们再来读20节到25节啊。好，20节，约牙的弟弟亚比筛是30勇士的首领，他曾用矛刺死300人，因此在30勇士中出了名。他是30勇士中最杰出的一个，成了他们的首领，但还是比不上3巨头的声望。甲薛人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是另一个著名的勇士，他有很多英勇的事迹，包括杀死了2个勇猛的摩押战士，他曾在下雪天下到坑里打死一只狮子，他又杀死一个埃及的巨人，那人高200多公分，手里拿着长矛。比拿雅用棍子击打他，把他手里的矛抢过来，用那矛刺死他。这些都是比拿雅的英勇事迹，他是30勇士之一，是十分杰出的一个，但还是比不上3巨头的声望。大卫派他做侍卫长。好，谢谢。我们读现代中译本就会非常的轻松我们不会被这个3跟30一直搞混。好，如果我们就读的是和合本呢，好，我们会读得非常的痛苦到底这里是哪里是3是30？好，所以现代中译本做一个很好的动作，就是把它30勇士跟3巨头把它分开。所以在30勇士当中呢，有2个就是现在这个历代志要提出来的。首先叫做亚比筛，刚才我们讲到亚比筛就是约押的哥哥，约押后来怎么当上了元帅，上面有交代，就是他第一个爬上了耶路撒冷，从水道上去的，所以他就做了整个全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可是呢，在这里历代志要表达的是，其实他的哥哥亚比筛比约押更勇敢所以30个勇士非常的勇敢，冒着生命危险，可以一夜之间穿过敌军，然后把水扛回来给大卫喝。好，但是呢，亚比筛又是这30个勇士当中的领袖，因为他一次用枪杀死了300个人而且在这3个勇士当中，比其他2个更有名望，所以他做他们领袖。所以呢，但是他没有排进3巨头。所以历代志作者的重点就是说，前面有3巨头，亚述班、以利亚撒和沙马，可是呢，亚比筛呢可以排起来，如果排进去的话，他就算是老4因为他带着30个勇士。
这30个勇士呢，都是早期一直跟随在大卫身边。那亚比筛一样，他也要叫大卫叫舅舅，因为他的妈妈就是大卫的妹妹。好，那接下来22节介绍另外一个呢，叫做比拿雅。亚比筛的故事很多，比拿雅的故事也不少。比拿雅是谁呢？他是甲薛人耶和耶大的儿子哦。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历代志去查。好，甲薛是谁呢？甲薛就是犹大支派的其中一个。好，所以约书亚记的15章提到甲薛这个地方呢，是在犹大支派的最南边。好，所以耶和耶大这个甲薛呢，都是犹大支派，所以跟大卫呢都是同一个宗族、同一个支派的人。而这比拿雅呢，好，他不仅杀了摩押人，而且他还杀了狮子，他还杀了一个埃及人。好，这个埃及人河本是身高5肘啊。好，现在中译本直接把它换算过来了，200多公分。好，但是实际呢大概是220公分啊。好，220公分，但是可能比歌利亚更高。好，但是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埃及人，220公分。可是比拿雅只用棍子，好，没有用长矛，就用棍子击打那个埃及的巨人，用自己的矛来刺死他啊。所以这是比拿雅的故事。好，只是呢，他还比不上3巨头的声望，就是亚硕班、以利亚撒和沙玛这3个人。好，所以这个比拿雅做侍卫长。好，那比拿雅呢，其实他的名字出现在蛮多地方的。撒母耳记下第8章的第18节，好，这里就讲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就做大卫的侍卫长，而大卫的儿子们呢，当什么呢？当祭司，他们专心敬拜的工作。好，而他的犹大支派呢，来保护大卫。侍卫长就是等于是做大卫的保镖。好，另外撒母耳记下的20章的23节，好，也是讲到一样的事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是大卫的侍卫长，同时呢，他还带领的是外籍佣兵，所以他替大卫在调度这些的军队。列王记上呢，对比拿雅的记载更详细。这是到了大卫的晚年的时候，在大卫晚年的时候呢，他要交出他的王位。可是呢，大卫有19个儿子，有名字的就有19个儿子，甚至呢，他的这应该是老四吧，亚多尼亚想要来篡他爸爸的位啊，因为他爸迟迟一直没有把王位交代啊。好，所以呢，就商议了一些人，甚至连约押都要来支持这个亚多尼亚，好，就是要来叛变啊。约押是大卫的侄子啊，而约押这时候也老了。可是呢，好在有这个比拿雅，好，所以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32节，好，大卫就去见了祭司还有先知拿单，还有比拿雅。他们来的时候呢，大卫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会同宫廷的官长，让我的儿子所罗门骑上我的骡子，把他护送到基训水泉旁，在那里要膏他做以色列的王。然后你们就要吹号角，高喊所罗门王万岁，然后再护送所罗门回到这里，登上我的宝座，继承我做王，因为我已经立他做以色列犹大的统治者。”比拿雅有说话，36节，比拿雅就说：“愿王的旨意成就，愿上主你的上帝成全这事。上主怎样与陛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并使他的朝代更加昌盛。”好，因为比拿雅是掌王权的，他是大卫的保镖，而且他跟随大卫很久啊，从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期到大卫现在年老了，比拿雅都一直跟在他的身旁，而且他还管的是外籍的佣兵呢。好，所以他们后来这个后面就不再继续讲了，所以所罗门就顺利的当上王位啊。好，所以这段的记载呢，好，让我们看见了比拿雅是谁。好，我们再回来看，接下来呢就是剩下的名单了。那30勇士好的名单，我们要继续的从26节读到最后47节。26节。以下是其他英勇的战士：亚撒黑、约雅的弟弟以勒哈难、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沙马、哈律人
希利斯、比伦人以拉、提哥雅人易吉的儿子比雅以谢、亚拿图人西比该、布沙人以来、雅和人马哈莱、尼陀法人希利、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以太、便雅悯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比拿雅、比拉顿人户来、加什古人亚别、亚拉巴人亚斯佛马佛、巴鲁米人以利亚哈巴、沙本人哈森、基孙人约拿丹、哈拉人沙基的儿子亚西岸、哈拉人沙甲的儿子以利法勒、乌尔的儿子希伯、米基拉人亚西亚、比伦人希斯罗、密加人拿来、伊斯拜的儿子约尔、拿丹的兄弟米伯哈基利的儿子喜勒、亚门人拿哈莱、替喜路亚的儿子约牙拿武器的比路人以拉和加利、以铁人乌利亚、赫人萨拔、亚来的儿子亚蒂拿、示沙的儿子哈难、马加的儿子约沙法、弥特尼人乌西亚、亚斯他拉人沙马和耶利、亚罗尔人何坦的儿子耶别和约哈、提喜人申利的儿子以利叶、马哈莫马哈莫人耶利拜和约沙莫亚、伊利拿安的儿子伊特玛、摩押人以利叶、厄贝德和索巴人亚西叶。以上。好，谢谢。这一段不好读哦，因为很多的名字。好，但是呢，我有去算了，这些人呢已经超过30个人。如果加上前面讲的复数呢，好，这里至少有48个人以上啊，好，将近50几个更多。好，但是为什么叫30勇士呢？可能这些人刚才有提到，都是在亚杜兰洞当中跟随大卫那400个人当中。好，比较属于勇敢善战啊，并且是能够大能的勇士，跟随在大卫身边。好，那特别有提到2个人，这历代志的名单呢，也和撒母耳记下23章的名单呢，好有一些的不同。但是这里有特别提到了约押的另外一个最小的弟弟，好，约押是老二，好，这个亚撒黑就是被这个押尼珥杀死的。然后呢，还有讲到赫人乌利亚。就是这个拔示巴的妻子，好，那他就是所罗门的爸爸，好，他等于是他妈妈的前夫了，好，所以其实大卫为什么杀了赫人乌利亚，其实就是杀了他自己的勇士啊，他当初卖命，好，为大卫卖命的人，好，所以让我们看到乌利亚在这边的名单，而撒母耳记下23章，同样这个名单呢，算一算是37人，所以历代志上记载了更多人，有48人以上啊。好，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字的差别呢？可是历代志说37，这里有43，都说是30勇士，有可能就是有的是战死的，有可能是中间离开的，或是后来才加入的。好，所以这名单就是来来去去啊。好，那今天这段经文，好，重点呈现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它除了告诉我们大卫他如何当上全以色列的王，好，是有几十万人好来军队来拥他之外。另外，约押为什么当上了整个以色列的元帅啊？元帅啊，是因为他第一个爬上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好，但是呢，他又讲到了跟随大卫的400人当中呢，好有
30个勇士，而这30个勇士还有3巨头。除了那3巨头，另外还有2个很重要的，就是亚比筛和比拿雅。好，所以3巨头再加2就是5虎将啊，然后加上30勇士。可是最讽刺的是，这一些名单当中，居然没有元帅大约押的名字啊，元帅约押的名字。好，所以历代志呢，其实呢也是在刻意让我们看到约押他为什么当上元帅。好，是因为他用了办法，好，按照大卫所说，第一个爬上耶路撒冷，他就当了这个元帅。但是约押其实没有他的哥哥，也没有他的弟弟，也没有他的舅舅的勇敢。但是甚至约押杀了押尼珥这件事情啊，让大卫耿耿于怀啊，甚至到约押年老的时候，还要帮助亚希多弗叛变，来篡这个大卫的王位啊。所以当所罗门王当上位的时候呢，大卫的遗言就是对所罗门交代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约押干掉。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的政治史。好，所以我们在读历代志呢，会发现圣经也在讲政治，也在讲众人之事。但是这个政治的正确呢，就是是不是有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历代志在呈现一个景象，就是大卫就是所有的王的标准。大卫他的心意，今天我们看到的，有人为他卖命，把他随便讲一句话说，我好想要喝伯利恒，我好渴，好想喝伯利恒城门的水井的水，就有人真的跑出去拿来给他喝。可是大卫呢，他重情又重义哦，就把这样的水拿来献给上帝，自己一滴都不喝，即便他真的很想喝。可是呢，是说这是他们的鲜血哦，他用这样来献给上帝。所以大卫他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加上接下来我们继续会读的，到历代志上读完，大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标准。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等一下还会有接着祷告的部分哦。好，那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台风夜当中一起在线上来共读。也让我们透过历代志上第11章的分享，来看到在以色列王国当中的政治、军事，还有看到在这个家族当中、王宫当中，或是在权位当中人心各样子的计算。但是上帝，你也赐下一个标准，就是让我们知道，只要愿意遵行上主的话，愿意照上主的所喜悦的旨意来行，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上帝必定要使用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工人，合神心意的仆人，来服侍主你的教会，来服侍主你的羊群。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